来，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是时间已经到吼，请咱批办心做伙来礼拜。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再看三角来吟诗，圣诗第201首，上主做我至好牧者。上主做我至好牧者，我无欠缺一件。青翠草坡，互我徛起，带到安静水边。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界面记载伫圣诗第12页。新的界面，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伊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这人要你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请咱掀开启应文第45篇。启应文第45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伫圣诗的181页，显着咱来启应。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啥物人通甲我比？恁也无看天。啥物人创造这个天？是上主。伊调集万军，算因的数额。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无一个无来。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上主无看到我的困境。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上帝无关心我的所愿。你竟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你竟毋捌听见，伊是全地的创造主。伊袂夜，嘛袂先。伊的地位我无了解。野心的人，伊互因有怨气。少年人拢会野心。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快乐，因会亲像鹰鸟天势飞悬。三角拗头来祈祷，主啊，是啊，我靠你的人要重新得到快乐，亲像伊鹰鸟天势飞悬，行袂先，行走嘛袂厌。所以，当阮当信的兄弟姊妹伫你所定着的圣日，搁一摆组织伫你的面前的时，伫即个时阵，求圣神来运行，安静阮的心，互阮放下一切的牵绊，互阮独独仰望你，加添阮的信心。我靠你，通重新得到快乐。无论伫过去一礼拜，阮所拄着的是欢喜，是忧伤，是丰足，也是欠缺，是轻松，也是重担。阮掠着主你的话语，万事拢互相效力，互听主的人得到利益。所以主啊，阮恳求伫每一天，你引带阮，搁较认捌你，搁较听你。因为你是好，你的慈爱到永世代拢无尽。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感谢主。虽然阮的教会人数无济，但是主你的听伫阮的中间，互兄弟姊妹也安尼彼此相听。感谢主，伫每一项圣工的顶面，长职甲兄弟拢尽心来侍奉，也互牧师伫阮的中间，用你的话语来互阮的灵命得到造就。求主继续用你的圣手牵阮向前行，互阮紧紧跟对你的脚步，互阮的生命不断更新变化，所认捌的道理搁较侪会当行出来，互阮身边的人会当透过阮一切享受你所赏赐的福气。主啊，阮拢无完全，所以阮时时刻刻需要你的恩典甲带领。求主，互阮大声知影，搁承认阮家己的无完全的所在，阮通甲你搁较亲近。
当阮伫教会中看到别人会无完全的时阵，求主怜悯，加添阮的疼心，将一切交托互你，用大道来代替批评，用我会当为伊做啥物来代替伊为啥物会安尼，用疼心来彼此造就。愿主互阮诚侪一个团契，不只是分享生命中的祝福，也会当分享生命中的破碎。求主纪念身躯心灵有病痛的兄弟姊妹，一切的艰苦，主你拢知。也求主看顾今仔日袂当甲阮三角敬拜的兄弟，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免。这是赞美。圣歌对今仔日要唱的诗歌是欢喜快乐。这是上帝所定着日，咱伫即日就欢喜快乐。下面读经的时间，咱掀开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30至第60、第80至第10节、11节至到24节。和合本第105页，台语汉字版第88页。现代中文译本第123页。路加福音第15章第3节，显着，我来读。耶稣说即个比喻对因讲：顶中间什么人有100只羊失落一只，减无且放99只伫山里。去找所失落的，到得着吗？已经找着就欢喜飞伫因伫肩头到厝就自责。因的朋友厝边甲因讲：着甲我欢喜，因为所失落的羊我已经找着。第8节，也是啥物妇人人有10个银仔，若失落一个，减无点灯。找扫厝，群找甲着吗？已经找着就自责。伊的朋友厝边讲：着甲我欢喜，因为所失落的银仔我已经找着。
我甲恁讲，歹人中有一人反悔，就伫上帝天使面前，为着伊欢喜，也是安尼。再者，佫讲，好人有2个囝，迄个第2个甲老爸讲：阿爸将我应得的业分互我，伊的老爸就甲因分家伙。佫无几日，迄个第2个囝已经收拾伊的物，出外去远远的所在，伫遐放荡挥发伊的业，已经算了拄着伊迄所在大饥荒，伊才知欠亏的艰苦，就去徛伊所在一个百姓，迄人找伊去山里饲猪，爱将猪所食的豆芽来煮鸡，也无人互伊。伊醒悟就讲：我的老爸有偌济长工米粮，食有剩。若是我伫遮得要枵死啊！我要起来去找我的老爸，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甲伫你的面前。打了后，我袂得叫你的囝，就互我亲像你的长工的一个，就起来去找伊的老爸。3日还过远，伊的老爸看见伊，就怜悯伊，走去互伊的红棍，直直甲伊针。囝就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甲伫你的面前。打了后，袂堪得叫做你的囝。若是老爸对伊遐个奴仆讲：紧紧下上好的衫来甲伊穿，佮甲伊挂手指，煞甲伊穿鞋，也牵迄只肥的羊仔来抬，咱食来欢喜。因为我即个囝死有搁活，失落有搁得着，因就三角欢喜。圣经读到遮，下面讲到今仔日牧师要讲的题目是失搁得着。咱请牧师。落下，大家平安。咱来到3月底开始，就有一寡咱的兄弟姊妹、兄姐会去安排扫墓啦，吼，因为即马一般到伫4月5号迄个清明扫墓人客人，吼，所以咱即马大部分拢会提早，也是延后，吼，就我所在，咱中间吼有兄姐今仔日吼去扫墓。但是咱嘛是爱特别注意交通的安全。过来就是即马的天气。咱知影即个到伫迄个清明为虾米需要艾草？因为艾草实际上即个传统中间是认为讲艾草会当消毒。你敢有听过即款讲法？这表示讲咱即马即个时期是上会破病感染的时期。所以咱上重要，咱爱保护咱家己的身躯健康。过来就是咱中间也有兄姐面对着最近有身体欠安呢，咱伫迄个群组加减拢会接受到即款的消息，咱就爱彼此互相带导，关心，关心着咱中间现在拄着面对着身躯病痛的兄姐，咱爱特别关心。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也先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你疼阮，阮拢知，但是主啊，阮爱向你承认，就是阮捌你无够，所以阮恳求上帝你的圣神。透过今仔日，阮所听见你的话，也亲自对阮来讲话。所以伫以下圣经信息的分享中间，愿主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透过圣经信息的分享，主啊，你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互你的圣神来造就，
也互阮信心会当哪来哪加添，也互阮会当哪来哪捌助你。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亲自来引带。阮来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再一次。咱知影迄叫做待机，你敢知？就是咱即个插，即个电脑设备咱插入去，若一段时间无用，自然伊就会待机。所以变做讲爱离一个，还是讲爱安怎，才会当重新来使用。这正常，意思讲这种正常。人生就是安尼啦，有时阵咱基督徒也会拄着一寡意料以外的代志。亲像电脑设备，有时阵咱无正确来使用，就会像大安尼暂时卡掉的。也是讲咱基督徒也会拄着一寡恶担当的事，无论是身躯的病痛，也是事业顶面可能会面对着失败，也是咱难免会失去亲人，即款的恶担当的事。咱也爱承认，有时阵咱拄着即寡咱意料以外的艰苦事，咱有可能也会开始怀疑上帝敢是真正疼咱。这抵到咱基督徒也会常常不断去找求、去找着上帝疼咱的证据。所以有的人真爱听迄款信主了后赚大钱的见证。伊讲就是安尼，就是这位我爱。有的人会去开始去找一寡伫生活中间，上帝怎样疼咱，这就较正面的，就会开始学习着伫凡事的中间，看到上帝在做工，看到上帝无论咱是怎样，伊持续去疼咱。但是无错，咱需要伫咱的生活中间去敲吹、去发觉着上帝疼的证据。安尼，咱较知影咱信的是啥物，咱较知影上帝真实的疼是啥物。咱莫反倒转去看到伤过简单的迄款信耶稣赚大钱迄款的见证。有时阵，上帝疼咱，无拄拄是伫物质顶面；有时阵，上帝疼咱，毋是要互咱得到搁较大的权，也是得到搁较侪外在的成功。上帝的疼是伫咱生活中间，咱想象袂到的所在来显现。亲像拄咱读路加福音15章，记载着耶稣讲着三个放弃搁找着的比喻。第一个是走无去的羊仔，第二个是放弃的钱银，第三是浪子回头。这三个比喻就是要互咱认捌到上帝对咱的疼就是安尼，上帝对咱的疼就是安尼。讲到找物件，我想咱来想到一项事，就是对着年龄愈来愈严重，咱开哪来哪侪时间去找物件。这常常牧师拢会讲即个咧，但是这其实来看一项事，就是
2001年开始吼，日本有一个组织吼，每一年拢举办吼银发族川流，川流是一款日本的诗的写法。当然，会晓日本话的人就会当看出即款诗内底即个结构啦，还是伊的迄个形式。啊，但是伊内底的内容其实翻译做咱台湾话，其实嘛真好耍。吼，因为真侪老大人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就开始伫生活中间找到真侪欢喜的即个好耍的事。咱讲银发族幽默感，哦，亲像吼，这有一年75岁，吼，福库欧卡住伫福库欧卡的一个乌机上，伊写的作品，伊讲心头小鹿乱撞，是不是恋爱了？原来是心律不整。哦，心头小鹿乱撞，是不是恋爱了？原来是心律不整。当然，这可能咱中间有惊这已经感受会到，哦，这心中砰砰砰，哦，那少年人讲这是恋爱了，那咱有年纪啊，这就可能爱去找医生，哦，去照心电图。哦，但是讲到找物件，咱上会当感同身受的。咱知影即马真侪医生讲，吼，要保持健康，你一工爱走几步，爱行几步，所以身躯拢爱有一个计步器。然后每一工，真侪人就会讲我今天又走了几千步，我今天又走了多少步，哦。但是拄讲着，咱对着年龄愈来愈大。吼，咱发现讲，咱找物件的机会愈来愈多。出门一时啊找无锁匙，一时啊找无目镜，一时啊找无迄个悠游卡，有一时啊佫找无手机啊伫倒位，规工喺找物件。哦，所以有一首诗，伊安尼写，哦，这是乌萨卡的一个68岁的乌吉桑。歹势哦，说咱遮比68岁搁较大个吼，我是讲即个68岁的查甫啦吼，乌萨卡住伫乌萨卡的查甫，伊讲计步器一半的步数都是找东西时累积的，哦，规工喺找物件，哦，找物件就已经迄个一工要行的几步吼，找物件迄行的路吼，哦，厨房找一个，找到客厅找一个。找无，佮走去即个吼，你的房间找无，讲这袂烂打，可能囥伫遐，找来找去，后来摸一个，原来锁匙吼，我已经早的啊，我竟然去找锁匙。但是咱着回想，既然咱有开遮尔多的时间去找物件，因为常常放弃物件，常常袂记即物件囥倒位。咱就来回想，咱找袂到物件的心情是怎样？找袂到物件的心情是怎样？你目镜找无，你找半步，找到的迄当阵是啥物心情？简单的一副目镜，竟然你今仔日找到，人讲如获至宝。然后你嘛爱想，当我物件找无的时阵，你会怎样做？你找无你的悠游卡，我想90%以上的人袂去想讲，安尼我去 7-11， 搁去买一张，然后搁加值买，咱拢会去找，哦，找咱的即个那叫什么？咱退休了后，迄叫什么？65岁以上敬老卡，哦，敬老卡，咱袂讲找无敬老卡，我去 7-11 开100块，搁买一张，搁加值100块，我先出门，转来较找。一般的人袂，咱会一直伫遐找，一定要找到为止，对无？咱袂讲目镜放弃，我去配一副就好。咱明想讲，我明明目镜都伫厝里啦，我为什么？我干嘛去再配一副眼镜？你会想讲，我找到为止，因为我真确定我的目镜伫厝里。你会一直找，
到找到的时阵，你就满心欢喜，讲好佳在我找到啊！所以咱回想咱物件找袂到的心情，咱回想咱有物件放弃的时阵，你明明知影伫厝里，囥伫厝里，你会安怎做？你敢会亲像耶稣所讲三个譬如内底，即个各样的人，即个钱银放弃的富人人，甲即个等待浪子回头的即个老爸共款，咱搁会安怎做？物件放弃，咱会安怎做？伫耶稣譬如中间，即个各样的人，即个放弃钱银的富人人，甲即个细汉后生不才，竟然走去外口放枪的即个老爸，因所表现的，就是因亲像上宝贝的物件，也是人上珍贵的物件，也是人来放弃钱。所以，即个各样的人伫耶稣的譬如内底，即个各样的人，伊将伊当伊放弃一只羊仔的时阵，伊将规群的羊放伫山里，然后伊走去找迄只失落的迄只羊。当然，当时我想治安阁袂歹啦，当时治安阁袂歹，开当安尼。然后，即个富人人为着找到伊所放弃的迄个钱银，伊点灯将厝内拢摒扫的，来找出迄个放弃的钱。所以即招莫即个咱在座的做先生莫太太学着若无伊一个二定工甲你讲我钱放弃，你帮我厝内扫扫的咱在座即个做人太太莫用一招甲你先生讲我钱放弃替我扫扫但是即个富人人，伊就是对待即个放弃，迄个钱银，迄个银，伊就是用即款态度，点灯将厝内规个扫过，来找出即个放弃的银。共款，即个老爸也是看到浪子回头，即个老爸袂管一切。伊就走出去迎接即个浪子回头的细汉后生，这种表现出即个失落的，即个是上重要、上宝贝、上珍贵的。为着找到即个放弃的，伫耶稣这三个失去佮得到的譬如中间，各样的人、富人人，即个老爸的行为，可能你会想讲，这太夸张了，这太夸张了。有可能你会感觉做过头，为着放弃一只羊仔，规群的羊仔放咧去找迄个羊仔。为着找一个银，竟然不顾一切，开遐尼侪时间甲心思，要来找着即个失落的。即个老爸也是，毋正囝应该就是扫地出门啊，对无？你对待我安尼，我搁伫个，你就甲我讨威善，咱真侪，咱袂当想象。一个老爸愿意安尼，人未走，细汉后生就走来讨威善，讲我的分先互我啦。那即马咱的社会讲这不孝囝，
这断绝关系啦。但是老爸总是老爸，伫遐等伊转来，就是因为即款咱讲太夸张了的即个行为，显出即个各样的人，即个捧起钱的富人人，即个细汉后生不好失落的即个老爸。对着迄个失落的、放弃的，是偌看重。咱细汉应该拢唱过一个儿童诗歌：耶稣喜爱世上小孩。耶稣喜爱世上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白黑中，都是耶稣心宝贝。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这意思就是讲，可能耶稣无亲像咱细汉的时阵，少数的老师敢若关心迄个考试好的，这是升学的，这后面的这要考迄个高级的就无爱管，这成绩特别好的前3志愿没问题的老师特别爱，毋是。耶稣毋是安尼，耶稣喜爱世上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黑白中，都是耶稣心宝贝。就算讲咱是迄个失落的，上帝犹原疼咱，上帝犹原疼咱，袂因为咱暂时的失落，咱暂时犯着错误。伊就甲咱断绝关系，伊犹原要找咱，要等待咱浪子回头。耶稣这3个失去搁得到失而复得的譬喻，是要提醒咱，上帝对咱的疼是超越咱家己会当想象，甚至伊疼咱。超越咱疼咱家己，咱讲人真容易自暴自弃，人真容易自暴自弃。当咱自暴自弃的时阵，但是上帝犹原亲像即个找即个迷失的羊仔，亲像迄找迄个放弃的一个云。也是等待浪子回头的老爸同款，就算讲咱一时自暴自弃，上帝疼咱，超越咱所会当疼咱家己。因为人看是外表，我拄仔讲着，伫以前咱细汉的迄个年代，升学主义扭曲了整个的教育。体系，地教讲，迄当阵万事就是为着升学率，前3志愿可以贴红榜，然后咧，所以说地教讲，敢若成绩好的老师会关心，成绩歹的人以前讲放牛班，以前讲是啥物？出去打扫的都是遮的人排去。然后咧，功课好诶较关心，迄叫做扭曲。人是看外表，地教讲咱伫即款扭曲诶人际关系中间，变做咱总是看到咱无可爱诶迄部分，因为咱是活伫即个看外表。看人的外表的社会，啥物拢是高帅富，然后白富美，查甫就是爱高帅富，查某叫做白富美，所以少年人中间流行一句话：人帅真好，人丑是什么？性骚扰。这意思啥物？一个缘投的查甫，来找咱，即个算做查某囡仔啦，一个真缘投的查甫来找
来就近一个查某囡仔，甲伊安尼讲几句话来搭讪，哇！这查某囡仔欢喜啊，要害。啊，若想讲一个像讲这50几岁乌子桑就近一个查某囡仔，要问路，也是讲要问路，也是讲要安怎有需要，爱去甲伊接触一下。惊要害咧，讲即个乌子桑毋知要安怎。人拢是看外表，这互咱会记即项事。人拢是看外表，直到咱伫即个社会中间训练了，咱干那看家己，看到家己无可爱的部分，无论是外表、能力，也是个性的缺点，也是咱捌犯过的错误，这是人看咱家己。当然，人爱反省。想讲昨即个我去参加一个餐会，拄着一寡真出名的迄个政治界的人啦。一个女的就讲看过你20年的照片，20年前照片好像玄彬可是现在变成玄彬他爸。这意思讲，咱嘛是其实啦咱嘛爱看到，咱嘛爱反省家己啦，咱莫活伫迄个想象的世界。但是，咱袂当看咱家己，干那看到咱无可爱的部分，直到咱自暴自弃。因为咱知影上帝看咱，伊看咱每一个人，拢是伊用心创造的。伊看咱拢是伊所疼的囝儿查某囝，伊看咱拢是需要伊。会听来医治的人，就算讲咱无完全，就算讲咱充满不足，但是伊会听超越一切。无论怎样，无论发生什么代志，只要咱愿意就近来到上帝面前，伊听咱拢亲像囝儿查某囝。伊听咱，因为伊愿意用伊的慈悲疼痛来医治咱。类兄弟，伫耶稣所讲即个失去佮得到的譬喻中间，迄个各样的人，甲迄个捧起钱银的即个富人人。因拢有找到放弃的物件的即个行动，超找的行动。所以咱知影，各样的人，伊毋是干那消极，等待迄个走放弃的羊仔家己走转来。歹势，羊仔毋是粉鸟，粉鸟放出去，佮加减会佮飞转来。但是羊仔袂，羊仔放弃就放弃，甚至佫会互野兽来食去。所以各样的人，伊是积极主动来超找即个失去的。咱前几冬迄个疫情的期间，常常听起即句话：超前部署，超前部署。这个考到英文字，超前部署英文字是啥物？proactive 积极主动啦，积极主动。咱毋是等着问题发生，咱才来伫遐临时做处理。咱是大先去思考，大先去准备，甚至咱加想一寡可能性。然后咱积极来备办，咱大声，咱的行动毋是干那反应，咱的行动是出对咱知影，咱要行动是为着什么？这叫做 proactive， 积极主动，也是咱前几冬所讲的超前部署。这也是迄个捧起钱银的迄个富人人，伊毋是戆戆啊伫遐等讲即个钱
无拄拄连工家己走出来。即甲咱台湾话讲，钱有两骹的迄个迄可能毋是即个意思啦放弃的钱，伫厝内放弃的钱，家己会走出来，毋是即个富人人是厝内规个对顶面到下面来瞧一遍，然后若无找着，伊袂停。这叫做主动来找求。咱知影对伫圣经中间，圣经一直喺提醒咱，就是咱人是怎样会迷失，直到咱有可能会想要甲上帝断绝，甚至甲上帝关系咱来迫害着。但是咱爱知影，上帝毋是干那伫遐戆戆啊等待咱一天会归向伊尔。上帝毋是干那伫遐戆戆啊等，上帝也是积极主动、超前部署的上帝。上帝拢有伊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也是上美好。上帝的意念也关过人的意念，所以天父上帝道成肉体，成做耶稣，临到这个世间，用十字架来成全救恩，用牺牲圣囝伫十字架来替人类的罪。来献上，来代替世间人来受罪，用安尼来将人类甲上帝的关系搁好。这就亲像使徒保罗所讲的，只有基督伫咱还搁做罪人的时阵，为咱死，上帝对咱的疼。就安尼显明，伫咱还阁毋知的时阵，上帝已经大声疼咱。当咱毋知的时阵，其实上帝迄行动，我想咱伫咱过去行过的路，常常拢是安尼。伫咱毋知的时阵，其实上帝拢已经有备啊。上帝备办一个人来帮助咱。上帝备办一个机会，互咱会当体会到上帝的疼。上帝备办一条路，互咱行落去，行到最后，咱发现哇，上帝原来安尼疼咱。其实，咱基督徒真容易就是忽略着圣神做工。是无时不刻、时时刻刻喺做工。只要咱回头看到咱所行过的路，咱其实拢会当看到上帝是一直喺带领咱，上帝有喺扶持咱，上帝也用伊的方式喺保护咱。所以，咱回想咱过去所行过的路，敢是有时阵，咱好亲像是感觉走投无路，但是圣神伫咱想象袂到的时刻，用咱想象袂到的方式，替咱开另外一个门，互咱会当行出上适合家己的路。有时阵你本来想讲要安尼。要行这条路，人生要行安尼，结果咧四处碰壁。上帝互咱有机会挖一个，结果咱发现上帝有喺替咱开路，甚至上帝替咱开的这条路是上适合咱的路，是上下着上帝旨意的路。
实际上上帝搁较会通过咱四周围的人，用伊的疼痛甲稳定来感动咱。同时，上帝也会互咱透过咱四周围的人，无论咱过去迄个时阵是感受是怎样，可能你感觉伫人的中间是一款挑战，甚至有时阵伫人的四周围。可能是你的家族，可能是你工作的所在，你互你四周围的人，可能互你感觉真痛苦，甚至因为某一寡人互你经验着苦难，但是实际上上帝用伊的疼甲稳定，因为安尼来互咱甲伊搁较亲近，甲伊搁较亲近。所以，兄弟，咱诚做基督徒，咱拢知影上帝的道理。咱爱提醒咱家己，所有发生伫你我身上，一直发生伫咱四周围的事，拢是出于上帝的疼。上帝的疼显现伫。所有发生伫咱身上的事，发生伫咱四周围的事顶面，上帝的疼拢会当显现。落去兄弟，咱爱知影，失而复得，放弃然后找到，这是上互人快乐的时刻。伫耶稣披露的迄个各样的人，伫找到迄只走迷路的羊的了后。就较转去厝邻，甲伊的厝边头尾做伙庆祝。迄个放弃一个银的即个富人人，也是共款，放弃的钱银找到了后，伊邀请厝边朋友做伙到因兜来庆祝。你敢有想到即个问题？放弃一个钱银，无济。找到了后，佮招厝边头尾来厝邻庆祝，备饭食，备饭啉，佮比即个找到的钱银开佫较济。但是为虾米会安尼？因为伊快乐欢喜啊！迄个找到失银的欢喜快乐，迄个快乐的价值，绝对是超过即个放弃。即个钱银，就亲像咱可能过去捌走迷路，咱过去可能甚至捌离开上帝。咱知影咱无比别人较好，咱知影咱有将真侪缺点，咱知影咱真侪不足，但是上帝搁一遍找咱回来。上帝的快乐就是安尼。超越一切，超越咱本身，咱看咱家己的价值，因为放弃佮找到的快乐，这是至大的欢喜。就亲像迄个老爸看到龙子回头，耶稣讲故事，讲即个老爸是真好野的，社会地位应该嘛真悬。然后，即个不孝囝离家出走去都市放枪，我想厝边头尾嘛拢知。但是咧，当即个老爸看到龙子回头，伊是冲出去，去迎接即个回头的龙子。甚至为着即个龙子会当回头，伊杀一只真肥的牛来欢喜庆祝。这就是上帝看到任何一个人放弃佮得到，
走袂路搁转来，上帝也是同款安尼快乐。所以咱诚做一间教会，咱绝对袂当袂记住。当然，咱的现实状况，咱所徛起的环境，咱嘛真久无举办洗礼啊但是咱一定要会记住，当一个无道友领受洗礼，加入即个属于上帝圣神带领属灵的大家庭的时阵，上帝甲天使也是会同款安尼，伫天顶甲咱做伙来欢喜。所以咱绝对莫袂记住，咱爱有勇气，咱爱有迄个热情来邀请咱四周围的人，来教会来看看，来坐坐。像讲咱叶牧师去台湾教师联盟，有代志去遐，互因请。就台讲话嘛是最后嘛是爱讲啊，当然讲的是其他的代志，但是到最后一定爱讲啥物？恁若来哦，欢迎来西湖教会坐坐。阮教会伫港墘捷运站1号出口外口。当然，你会讲爱讲这假讲的嘛？你哪会知？咱哪会知影上帝的圣神要感动啥物人？若无讲，这是叶牧师的毋对。若无讲，人知影你牧师啊，你伫遐讲你其他的代志，你这做牧师敢是不务正业？最后嘛是爱转来讲，若来哦，欢迎来西湖教会。咱也同款，咱伫社会顶面，咱敢是也同款，咱有咱的角色。可能咱在做各伙工作，伫学术界、伫学校，也是咱有参加一寡社会的社团，也是你有平常时有去运动中心拍球、游泳，也是你有真侪朋友平常时拢会联络。敢毋是咱也爱重新找到即款的快乐，失去得到，然后上帝看到任何一个灵魂走袂路，搁找到正路，上帝甲天使以及咱大家做伙欢喜快乐的情景。也同款，咱后礼拜3月30要做伙守圣餐。其实圣餐就是一款伫灵性顶面，咱做伙所领受的一个宴谢。也同款，咱也爱想象，就是咱本来拢不配，咱也拢捌犯过错误，但是上帝依然疼咱。咱每一个拢是回头的浪子。当咱做伙来享受圣餐属灵的宴谢，上帝伫后礼拜也甲咱同款做伙欢喜快乐。咱也是要伫圣餐中间来庆祝咱的罪得到赦免，咱甲上帝有一个新的关系，咱活着新的生命，咱也领受着上帝救恩，咱也已经得到上帝为咱重建伊甲咱的关系。所以咱后礼拜大家拢听到，拢爱来做礼拜。除非是你有计划啦，家族有计划，也是其他不可抗力。后礼拜咱守圣餐。所以上帝听咱拢知，咱爱知影，咱爱时时刻刻提醒咱家己，上帝会听，
上帝疼咱，这是咱毋免怀疑的。但是咱爱一直不断提醒咱家己，尤其伫咱面对痛苦、咱面对困难、咱身躯病痛的时阵，咱一定爱提醒咱家己，上帝无论咱怎样，伊一直喺疼咱。无论咱所行目前行的路是坎坷还是顺利，平坦还是顺利坎坷还是困难，伊一直喺疼咱，伊对咱的疼时时刻刻拢存在。同时，上帝对咱的疼，也就是咱需要甲咱四周围的人分享的好消息。上帝疼咱，伫咱还阁毋捌伊的时阵，伊就大声疼咱。上帝疼咱，甚至伫咱阁是罪人的时阵，伊就疼咱。这就是上帝疼的显明。咱做伙额头来祈祷。主比疼痛的主上帝，愿满心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这三个比喻，搁一遍提醒阮，就是阮就亲像迄只捌走迷路的羊，阮也亲像迄个富人人所放弃迄个钱银，也是即个浪子四过放枪。但是主啊，你搁一遍提醒阮，就是你时时刻迄憔悴才会失迷的灵魂，你也爱阮，因为有浪子回头的经验，所以愿用这份对主你的感恩，愿常时也去关心所有活伫困难、悲伤中间的这个灵魂。求主你也互阮重新有传福音的热情，愿意无看家己的欠缺，愿尽阮所有，做阮所会使，愿将主你疼阮这个好消息也分享互阮四周围毋捌你的人。求主你也互阮会当真做一个愿意分享你的慈悲疼痛的门徒，互阮透过阮所做所讲，透过阮伫阮所生活的所在，关心这片土地，你也互阮四周围的人也得到机会，通归向你，通认捌你。主啊，恳求上帝带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生活中间持续拢会当体会到你的恩典疼痛。也恳求上帝你带领阮的教会，互阮面对着目前的困境，阮有愿意尽力来做，做阮会当做的，尽心尽力为着你的国伫地上宣传你的旨意，会当得成，阮尽心尽力来做。主啊，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用上帝话甲咱带来勉励。下面咱来唱圣诗回应上帝话。圣诗第137首，羊99倒伫平安，羊99倒伫平安，拢受羊条保护。只有一只失迷山间，离开羊条迷路，流浪山野，变行风暴，无受良木管理。
照顾无受凉木，专利照顾，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下面咱来奉献，咱请秋妹执事甲民兵执事来书献。
请坐。入面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主日礼拜中要举行圣餐，请兄弟兄弟姊妹备办心。第二，需要教会4到6月的时间分担表的兄弟姊妹，请去招待到遐来领取。第三，最近咱的流行性的感冒疫情真严重，呼吁大家做好个人的防疫。也建议有感冒症状，也是体力抵抗力较歹的兄弟姊妹，咱咧聚会时阵，咱甲挂手喙暗哈。第四，拜五暗，早经咱即马是用每周的新眼光，请兄弟姊妹踊跃出席。咱的新眼光的迄个手册吼。伫咱的后壁，咱的公布栏的迄下骹迄桌仔面顶，若有需要，咱会使去摕。第五项要安排家己礼拜兄弟姊妹，请甲牧师讲咱通来安排。第六项下周是3月30圣餐礼拜，题目是真正富裕。咱的经文启用咱后壁的物件，咱家己看哈。咱来看聚会活动，主日上午10点，主日礼拜，主日圣歌队练唱是上午的8点45分。拜五每周有新港讲的查经是伫下晡的7点半。拜六插会班是1个月1届，是伫上午的10点。咱来看咱的圣工事项哦，今仔日。圣工的事项，今仔日招待是素金节甲槟榔乡，插花是牛长老，清扫是明义长老。后礼拜讲道是牧师，书会是明义长老，司琴是玉姐执事，领唱是我本人，书献是秋妹执事甲我本人，招待是邦西乡甲崔英杰，插花是秋妹执事，清扫是小高记。咱顶礼拜主日礼拜甲迄个咱的迄个查经祈祷会的出席甲奉献，甲咱的咱的奉献的数额吼，若毋对，咱来提出更正。咱即马来看本周的金句。伫路加福音第15章第10节，台语我读一遍，大家做伙读2遍；华语咱做伙读一遍吼。我也甲恁讲，歹人中有一人反悔，就伫上帝天使面前为着伊欢喜，也是安尼。请。我甲恁讲，歹人中有一人反悔，就伫上帝天使面前为着伊欢喜。我甲恁讲，歹人中有一人反悔，就上帝天使面前为着伊欢喜。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路加福音15章10节。哈？哦对，阁一个补充的报告吼，咱的奉献证明吼，咱已经放伫咱的信箱内底，请咱兄弟姊妹家己去摕吼。牧师敢若还有补充报告无吼？好，咱即马来互相请安，请。平安。小心一点哦。咱即摆来吟诵一遍的圣诗，圣诗第398首。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后请牧师来祝祷。
被上帝受死大方，听咱亲像家人，听咱亲像家人，相信我念我们共同家庭我往心爱，在你托高浪手光都是高帮世代，这是高帮世代。咱就爱伫咱生活的中间，透过咱所讲所行，为着上帝的慈悲疼痛来做见证。因为咱拢捌是浪子，当咱回头来到上帝的面前，诚做上帝所疼囝儿查某囝，所以咱也爱透过咱的见证，互搁较侪人也会当甲咱共款。做伙留会到上帝的面前，通得到欢喜快乐。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请坐，默祷，闭会。